所来要带观众朋友赶紧来关心今仔日早起地动上新的消息。今仔日早起透早2点12分的时阵，花莲发生规模4个地动。地动中心是伫咧花莲秀峰乡，深度是7公里。花莲县上大的震度是3级，也那南投县是1级。所来咱来继续关心天气。今仔日也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云有较高，温度有小可回升。咱做伙来看云图。桃园以北甲东半部遮方便的所在，云会较高；其他各地拢是侪云较好天的天气。也那气温的方面，北部甲东半部温度有小可回升，高温上悬是26度至28度。也那其他的所在，因为云较少，温度上悬会甲29度至30度。中南部都要注意早暗温差较大，都要注意温度的变化。也那落雨的方面，桃园以北甲东半部会有短暂雨。东北部的雨势会较明显，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雨。提醒桃园到台南沿海较旷阔的所在，也佫有恒春半岛、片湖、金门会有8级至9级的强阵风，请民众都要注意安全。因若这2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各地早暗会较凉冷，都要注意东北部雨可能会较大。为拜三开始，东北季风减弱，各地日下会回温。不过早暗的温差也是真大，透早甲暗时会较清冷。除了东半部甲山区过道较会落雨以外，各地到拜6礼拜拢是侪云到好天，而且是稳定的天气。